迎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要发大家讲。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中国 Q 下的老后上人大最久了。今日爱老大家讲嘛该吼，你从细到大日天都有熟悉东西嘅习惯吼，可能有人係用來心靈嘅寄託，咩有人係用來回憶頭擺吼，你嘅練活片躺起來當乖，親像係一種片無藥可醫哦，唔過多啲係無限羅羅碌碌嘅時態地位，你係練活片增加你生活當中動態嘅講彩吼，基本嘅你有上到後上人老大家講下，記得到底有乜嘅練活片，眾上歡迎。好，首先老大家小嘅些字義。大家好，我是書蟲東西，就像啲書蟲回憶嘅字義。等下來看有乜嘅回憶，還係冇回憶。好，第一就老大家小嘅些理解。大家好，我是同校書蟲皮卡丘嘅皮卡丘哥哥理解。皮卡丘哥哥，等下看有到底有幾隻嘅皮卡丘吼。第三就老大家小嘅係白鉗。大家好，我是當愛收拾怪東西嘅白鉗哦。到底係乜嘅怪東西？我先唔會亂講哦。等一下就啲彈弓當電影講吼。第四就老大家小嘅係回憶。大家好，我係回憶呢，我係當校收拾土法術漢堡後事變當校講故事嘅回憶呢。等下來看到底有幾多本嘅土法就彈弓當電影講哦。電影講。比人行得過吼。最尾嚟小嘅係小鳳。大家好，我係到阿仙伯公司模雕股，唔過我賣青島阿仙伯馬可貝小鳳。你還不是要來置入性行銷的？好啦，剛才你要講到吼，從細到大就聽會熟悉東西，可能啊有人係書上嘅人工啊、球鞋啊、球衣啊，乜嘅東西吼，大家都聽從係英語吼，平常時嘅興趣，好像不收集東西，人生就沒有興趣，對不對？不過吼，從細到大唔到熟悉嘅乜嘅東西咧，先來問質疑好冇？我有熟悉嘅青島嘅東西，像佢電影下嘅東西就係不二家妹妹，不二家妹妹就係一隻。哦，你要買咧，根本就不二家妹妹買咧。不二家妹妹嘅東西，還有呢個毛嘴貓誒，就係凱蒂貓咪。毛嘴貓。毛嘴貓誒，嘅因為我係有書蟲較奇怪，就係自推誒，還有自合嘅，還有郵票。嘅太了香嘅有新嘅書蟲嘅東西，就係明信片，就係藝術當紅，還有青島。因為我講明信片係特別係有啲係像咧係二手雜貨店的，就係有人書蟲過嘅，唔好寄冇上去咧。就書蟲下來，呢啲係我外國嘅去日本了嘅時節，去買嘅，喺日本嘅時候，我看到 T P 我咪買，呢啲係 T P 係我下本去價嘅，係中亞在係富士山頂的。哦，你貼富士山，嘿，富士山頂到最高點的時候，然後我寄給自己，嘿，佢也係我去迪士尼蘭島嘅，係我咪下本去價。你遊樂園時節高誒，下本去價。嘿，冇唔錯，佢也係我去坐嘅遊輪嘅時節，咪下本去價。遊輪哦，遊輪。沒有想一下，因為都 T P 嘅蹲嘅音啊，剛剛聽 T P 就有啲回憶嘅感覺。係啊，有蹲嘅人嘅時節，就會知道哦，你懂 T P，獨一無二，冇天嘅。吼，跟你去出去嘅時節，接上會熟悉了個明信片，當做係一個即個出去了一個證明吼，旅行證明。咩咩 T P 情，係看到就有緣分啦。知道。皮卡丘哥哥剛好有講過，你有熟悉皮卡丘？係，除咗皮卡丘，其實我熟悉當到嘅東西啦，都係當浪費錢嘅東西，就係當下熟悉嘅人工嘅，韓國人工嘅，聽說係。用嘅人工嘅，不是有阿雄了嗎？冇，阿雄係我嘅最愛啊！唔過像呀，他叫小花，像呀小花佢係咧。我覺得小花他電影下。很有名。這我們用過。真的講小花，那是小三呐。這我們用過。冇像呀，就係聖誕節特別版，就係聖誕紅啊，聖誕紅。嗰時候呢，那就當好熟悉那種。唔啲啊，就大概買人工嘅都會買到用嘅啦。即除了用以外，你話鉗以外，還會熟悉其他乜嘅東西？還有擺設品，就係頭擺設嘅時節，同好熟悉嘅細紮嘅皮卡丘嘅人工嘅，係頭擺去亞視嘅時節啊，一紮都公仔，係小公仔，一紮30條，兩紮50條，我大擺去都會買2紮，係買嚟差唔多100多隻，係，自細到大都30年，行菜。8個仔，係8個仔，就老愛阿姊強下嘅熟悉啦，係，佢說我哋後尾唔係非常好看嘅皮卡丘，唔過就會知道買呀東西啊，就是說當歡喜愛用，就是熟悉吧，心情都好，可能嘅情況都一出要嘅上面講。
买下去，真的，就懂都会生气，宝贝说买，给一直别搞，对啊，就会这种懂等一下啦。都泰国还有熟悉买个东西呢。哦，泰以后也是那种买给sản夫啊，差不多都會發嘅啊，花花的，還有點嘅、點點的，嗰時候就會熟悉呀，有東西。韓國其實明信片我咩會熟悉啦，佢出題以外，哦，還有一嘢我聽錯，吃些都泰都會熟悉嘅，就係偏年送我禮物嘅包裝紙，包裝紙我都會留下來。你熟叻這種嘛？我也唔係叻食，可唔可以戀物無罪啊？嗰時候一包裝紙其實就係一個回憶，係唔講係真係要朋友啊，像家下消防工成百嘅推銀行，係真係浪費錢啊！就買朋友咩熟悉那個球衣啊，哇！當貴呢，嗰種係熟悉啊，包裝紙係說。意思錢，不是咩？我出來比起來咩吼？你看，個球衣有冇？個標記嘅要較值錢啲冇？所以阿成伯嘅比嘅咩？個包裝紙咩？吼，貴貼嘅最後就拿去資源回收嗰種嘛。冇，個包裝紙吼，對到後面就看唔到按人嘅出版嘅啊，錯嗎？冇啊，這個包裝紙就像 T 恤用嘅。藝術種係藝術，藝術家才會收藏的。係啦，冇講人家講藝術家。親難懂啊，親難懂。消防警講，人跟人熟悉買個東西咯。紙台，跟你識吧？咩？攞包裝紙冇用，大家係講啲咩哦？跟留的影響是好快啲嘛？好啦，跟高級嘅紙袋啲嘛？較薄呢，係較白啦，比薄嘅較好嘅。唔過有發現冇？喺講特別出門我用紙台係咪吼？你就要去拿人最爛嘅，吼好嘅全部留定哦。一聽我用嗰種最爛嘅吼，有用過還重複使用，叫那些高級紙袋咪吼，不用記下年嘅，將嚟見不用定啲嘛？係咩唔可以拿來用啊？咩咪啲留嚟噶嘛？跟除非咧垃圾嘅收藏品以外，還有用嘅收藏品。有用啊，有用嘅，家下講到有阿成伯嘛吼，因為也出過用嘅，我還有收集乜嘅啲嘛？嘅演出證。哦。係，因為其實你台灣做表演咪吼，演出證當到像國家劇院啊，吼，新舞台、沙高館，還有全台灣嘅文化中心嘅演出證，全部留定新式種咧，當到太細，反正只要買票落去嘅就話有演出證。係，香港還有老拼人搶一個卡，係唔係？我嘅搶冇，就係波多野捷運卡。哎呀，你去當搶手，搶手呢？係啊，你做嚟乜啱事就冇嚟呢？冇搶到。佢上我手機嘅是因為講，大家社交圈佢就會有啲人就講，哎呦有了，安強哦的。冇，佢有收集到就拿來帶，呀，他收集不到冇關係，我可以改變我嘅嗜好，錯嘛？當然乖乖呢，吼。咩啊？就是啊，天氣人啊，都係收集別的。都係買嘅kimchi。當真手，呀，大家就以為，就係嘅令個咬以後嘅樹葉嘅蝦味。哦，我沒有熟悉。係，因為嘅蝦味其實做來唔會差啲嘛。然後你按到錢買嘅樹葉，然後蝦味古數會留定。跟住蝦味有隻貼色係乜概念嘛？佢有兩層嘛。上背嘅層面後，我有隻孔嘅，嘅孔嘅嘟好都得拿來變一支鉛筆。好，就可以拿來當筆架，就你放桌上，我就拿來種指甲剪啊、棉花棒啊，哦，植物盒，就嚟做下嚟用啦，係啊。回傾談講要當特別嘅收集嘅東西係冇？特別做生意呢個是就是收集咗偶像的周邊商品，跟大家一定都會。給老波多野捷運卡意思。冇空用，係劉德華。波多野。係，就是明星周邊商品啊，冇就係像幾擺專輯卡帶，漢堡還有變台應該是應該是因為做改透露，我是開始賣動到圖法書，是繪本。和你下都冇卡可能有500本，大約左右。500本。唔講按兩下漢一直超過，因為我兩下漢係平均啦，一張禮拜最少賣1本。
古时候航白就会快改那个绘本博物馆，绘本博物馆。可以咖啡店嘛？有地方好标嘛？你啊冇地方好标啊，东东啊全部都打包偷的，南部卡都在标，鸟卡都。我也喺背景好像文青系列吼，不过三号来介绍了间因真经嘅动怪，你家下讲啊，佢系收集怪东西，到底有几怪吼？白向自家讲。先来分享吼，一只魔暗怪嘅东西，嘿。爱像各种啊，差不多各种嘅世界哦，改良是当流行嘅一只东西是嘿 7-Eleven 卖嘅 Uni Water， 改就冇強用嘅食水嘅 Uni Water， 你都有賣過冇？我也冇強用嘅食水啦，嘿，紅橙黃綠藍靛全部有。冇錯。係啊，不過改係用錢買嘅東西，改收拾嘅東西，我喊就一隻。唔是用錢買，不過我當翻去收拾嘅東西。係乜解？係我嘅指甲。收指甲。係，我收拾指甲嘅眼睛係為到全人類着想。還有鯉魚。因為哈，你想哈，假使未來哦，唔知幾千萬年以後哈，有一種唔知乜嘅物種哈，挖到人類嘅手指頭啊，不是手指，指甲吧？基本講哦，倆是係人類嘅指甲。歷史的眼鏡，這種倆下，我哋人類啊，挖恐龍嘅化石、恐龍嘅頭裡啊，跟你都來個數字感有蠻熟悉嘛？有冇樣保存？有蠻保存？因為哈，我看呢啲歷史嘅故事啊，看到化石將會變到橡膠地圖上唔會發帖，所以哦，我嘅指甲變到膠水地圖，膠水咪係橡膠嘛，所以我嘅指甲沒有橡膠，有啦，它會乾掉啊，像個橡膠安樣啊，那就會溶解啊，唔會啦。大家唔好插嘅白強奇怪怪嚟種熟悉嘅東西，聊下先聊下，等下轉來一堂啥後生人有乜嘅特別嘅收藏品了。我最特別嘅收藏品就係一隻不二家嘅銀鵝盒嘅，記咗你沖過喎。真係好無聊啊！我嘅 T P 嘅收藏品係我啲紅眼嘅世界就有嘅，古時候幾度寫幾出幾度寫，佢咩會唱歌哦，大家都去聽。好，歡迎大家多轉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哈，加有講到奇怪嘅總白強數奇怪嘅數字甲，兩個就先唔好講哈。兩個問大家是吼，你平常嘅熟悉品地位有乜嘅當特別嘅收藏品咧？真質疑。我最特別嘅收藏品就係一隻不二家嘅銀鵝盒嘅，記咗你沖過喎。真係好無聊啊！唔講咧，唔單止還有咧銀鵝盒嘅哦，地位都還有去等一下嘅，都係一隻收藏嘅呀，不二家嘅人工誒，還有咧細隻嘅小吊飾，有分清楚嘅櫃架。你咧用辦收藏嘅，係因為我細嘅時啊，就偏愛嘅媽媽用嘅百貨公司，你用百貨公司就會買嘅日本嘅藍帶嘅，嘅藍帶地位就有咧細嘅不二家，都係隨機嘅。古上嘅嗰陣時，我就講我係愛偏媽媽用嘅百貨公司，這樣都得得到咧。古上我就願意偏媽媽用百貨公司咧。有一種回饋的感覺，唔錯。跟你講咩？係來分享嘅銀幕化嘅故事係冇？我嘅 T P 嘅收藏品係我啲紅眼嘅世界就有嘅，古時候幾度寫幾出幾度寫，也係我媽媽嘅朋友送我嘅，我試寫紅眼嘅世界就開始有嘅銀鵝嘅樂器，佢咩會唱歌哦，大家都去聽。他有點慢，他有點慢。我說一動電影上面看一下還會按樣同停同，
头摆啊，佢咪按用嘅色，佢係拍色嘅，所以佢完全係轉黃嘅。暗啲佢頭擺喺拍色。頭擺即係拍色嘅，嗰日佢就係按用嘅色。故所啊，對你來講係個當特別當珍貴嘅收藏品吼。佢最近有收藏買嘅東西呢？頭先講嘅書，啱基本是第2本好特別嘅，喺自家始終當有意思嘅。一本係倆按到挖土機年年作響。第2本書係2000年出版，可是呢個作者啊，佢係到1953年開始是發2本書，發到1972年，所以啱係幾多年？19年，佢係發強者提防，呢本書是啱7張圖，呢係是佢發2張提防啦，13年就轉去2地方重新發，所以發19年。13年就轉去，係是轉去發強者地方，和佢發了19年之後，2地方是變安陽人。哇！係2本書我是到當特別是係佢。保後是被歸在綠繪本，只係讓一些生態有關啊，和一些土地嘅故事。他個安尼看到出地吼，係一種嘅都市開發造成嘅結果嘅現象吼。係，所以2本應該是到當特別，還有當有。3年就賺100，係，安尼幾錢有限吼。係。還有一本，這2本，佢其實係就是寫一個就是客家的故事。阿婆嘅雜相。佢係寫6堆嘅片，6堆嘅客家人習俗嘅故事，係。喺呢本書是2本哦，係因為哦，我講咯，大家要看清楚哦，因為審定是劉慧卿啦。你太重點啦。係啊，所以應該是2本嘅內容係因為2本係藝術咩？冇啦，我講咗先咩？因為係啦，因為2本係藝術嘅，韓國是因為2本我和北中南東，就是東都會所教人講2本故事，用客講。哦，又係咩係一種傳承客家嘅一種方式吼。真嘅，最近會進一個動站，再給他掌聲鼓勵一下。是冇。哦，嘅北徛，嘅然後嘅分享嘛，嘅莫個分享嘅數字㗎，都奇怪。冇啦，冇奇怪嘅東西嚟啦。不過吼，我會分享一個吼，我當正式嘅東西。唔係當就價值嘅東西，不過我當放棄幾對我當長繞，因為吼我做主持啊，做就幾兩年啦，有很多年了嘛。所以我當感謝吼，一路上本來機會啊，本來舞台嘅衣食父母啦，嘿，貴人，所以。大白吼主持做完之後，我亮主持嘅費用哦，我全部撈心態留下來，全部留下來。感謝您的協助，一定係我做的動好。沒有啊，他一看就鏡頭啦。跟住係大家全住唔過使用我6年嘅心態，即係客家電視台嘅心態哦。好，好啦，給他一個掌聲。因為北徛講起來，咩算一個懂念 Q 的人哈，很念舊的人，這個可以給你一個讚。日鋪，變很好，變很好厲害嘅歌聲啦。跟小鳳堂講吼，你用公婆自己沒有動到嘅收藏品，老王太太都在有買嘅收藏品哦。我不用等一下，我先講下先㗎。講到啦，你買嘅，你係妖怪係麼？阿神爸，因為嗰陣時咪吼做表演動作要出國，當年就會去，吼嗰陣時有連續9年冇1年停過，一年差不多去出國嘅時間有2、3年嘅時間，吼。你嗰陣時最接去嘅係美國。啊，美國他家底有50多個州嘛，啊，特別出國，我就會帶着空的登機箱，哦，啊，去買乜嘅地方？星巴克的筆耶，城市杯就超嘅，城市杯有100去美國18個州啦，如果18個州，我可以買18個杯子嘛，不止，因為我有轉機就講轉機的過程中冇停，不過
大家转机点机场底部就一天听说会有卖，爱去个新加坡然后马来西亚的时间面有卖。嘿，其大家城市就会有城市杯嘛哈，然后当时就按你大概买，给拜18个州给拜买好，带23个杯子回来，给最后给登机箱不用用加3点嘛，系啊，用开晒。随身包，啊结果讲起蓝台嘛，给马克杯嘛哈，那就拿给彭先生带的嗰种墨的，嘿，彭先生带的嗰种墨的就规则笔的，嘿，较盆的把它套进去，嘿，按你的报复机厚那里带团的。那从第一个周就开始待等的嘛，我们出披迷柜1个多月没哈，第一天就待等个笔也一直待到最后一站，也熊个没好，知道，这一点点啊哈，没，因为200 6件梦来这样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也毕业已经买60多个哦，代表讲我去60几个国家哦，想想很厉害，对不对？60几个城市不一定是60几个国家。不过我在想，你的命路好买得到吗？买得到，哎，嘿啊，我就说，这样子都嘛待到很辛苦哦。很昂哎。我也感觉冇强用啊，可能很好便宜呢。應該係。我正經來講吼，黃小鳳，正經愛做嘅阿成伯嘅股東嘅啊，係咪投資千多呢？吼，我每次都見過，我幾畢業折價券唔？係啊，正經出題啦，就係聽講嘅本用嘅有乜嘅險錢啊？哦，我手機嘅通過款，用誒，用板講啊，而家用係點啊？佢上次抽捷運，你睇。咁啊？用誒啦。記得騙人哦，高明哦，唔係記得騙人家香水，你知嗎？哦。有人走過去哦，你就我說你懂嗎？你說就是這個味道，我說幹嘛？好奇怪，幸福的味道。意外想到，哈，我們可能地台北茶站抽貨茶，馬上轉捷運坐到東區，去看香水。哦。你馬上就去，對，就去那個，因為他記住這味道，佢懂上愛，好，佢就夾，然後去。排啊！前面按到排，嗰還有乜嘅你話大拜出櫃，就是講機場免稅，較便宜。好，古說大拜就一定要提早去機場，因為幾萬啲嘅都要天天批。嗱，那個跟買香水批到最後沒用，你知道嗎？嗅覺疲乏，反正就是香啦，哪聞得出來按豆，對吧？有分嘿，有啦。大方按嚟批，按嚟批。香味還有香料用嘅元素啊，還有材料都冇強用嘅。最後兩個我發現乜嘅，細妹會買香水咩？哈，有上時喺度嘛，因為家最上面會有一張熒光誒，那個花紋啊，冇強用啦，冇強用，有上時那會出一系列，你知道？他今年出的可能有7款，然後有一款的可能我香港才有，台灣有冇安呢？然後就會有當飛到香港去買，嘿，也懂得影響嘅事情。那有得人家阿成伯冇得人家，阿成伯也沒有買較便宜嘅，那講安呢？係個係乜嘅？佢上次買係因為姊妹要，姊妹真勁好，因為其他都要。哎，然後他們已經一套了，我就差一罐。哦，好啦，去啦，哪件魔法？香水真勁跳4000呢，對嘛？香水做嚟用，你阿成伯大小會拿嚟試水冇？唔會啊。好，我叫唔了嘅黃少鳳，第四，你嘅細妹夫人家推表哦，你加油回去跪算盤哈。如果還有一個收集嘅一個活動，就會講乜嘅便利商店啊，乜太賣場啊，還是什麼某百貨公司嘅集點活動，那種發通大家會去參加冇自己？有，我以前就有集點，像最特別嘅集點係以前我嘅屋卡附近嘅藥房。佢幾點係幾點買嘅？幾點愛買嘅洗頭拿膜啊，還有洗身嘅東西，真係知道你嘅 Q 比獎，係嗰陣時就硬買嘅洗身嘅，還有洗，然後都洗唔停，我就買到嘅 Q 比獎。有幾多隻頭拿愛洗？最近還有特別係便利商店嘅，嗰陣時我有自嘅 Hello Kitty，係 Hello Kitty 貼講，還有史努比嘅卡套，特別係買嘅點啊？嗰陣時喺你全班就熟悉，古時候呢嗰陣時可能你知道強用嘅。又重複，我就做啲勞力加溫，係，啲卡套呢邊係全台灣哦，大傻嘅景點都冇強用，所以是全台灣的景點是一個卡套，輕貼片。嗰個我利用在凱蒂貓還有史努比都貴族嘅，係。哦，跟小鳳你自家有熟悉嘛？嘅協講嘅其他嘅東西冇？有，其他講嘅嘅冇最尾嘅，裡面有，係因為嗰陣時佢就出嚟係磁鐵，好，然後。
阿伯卡便利商店，阿伯卡便利商店迄个别针啦，哎，因为各有千秋。不过我记得计往时没有几点冇按困难，因为计往时几点我最一块是我记得迄39块就有一件。有。你还有场变卖69、79，哎呀，你要查案度。那计往时收集个磁铁没好，因为计往时很多偷数，古说西来的全部迄老西毛的天数收集的，西来去买东西点数本西毛的。味道叫西毛诶。诶。咩奖去甲办风的西毛的，嘿奖，迄奖唔咩叫啊？因为奖是很用的地方，反正收集到咩迄种办风太假用的地方，嘿纪念啊奖是重复的就。我用到个高色前面那白板，好，然后最后发现到嘛干你嘛，收集到好几套哦，跟白板上面那枚哈，其实就已经快收集到一套，因为跳刀哎，跟刀到跟白板长条形呢，有1/5全部会磁铁，跟形状很发现的嘛，全部属于了，我想那不一，你真件跳刀哎，嗰陣時就青島就磁鐵個別針，嘿。講到啦，樹葉吼，大家熱天都會做，唔過咧，到底係有乜嘅特別嘅樹葉？等下仲嚟過再講，還有兩啲樹葉到底旁邊嘅應用辦法，會唔會造成騙人嘅困擾咧？你係先歇困一下了。終於哦，收集到所有的所有嘅點數，我背起電源款哦，我收集咯。你講哦，歹勢呢？前幾年係我哋吼換點數嘅最尾嘅係最好嘅嘢啦。哦，我看到拍桌，我乜計？我發嚟動到天呢！歡迎大家都進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哈，加講到一個令我無法置信嘅事情，就係王小鳳呢上竟然少女心徛起來嘅感覺哦，要熟悉 Hello Kitty 嘅協講吼，嘅莊白強，你未為嚟熟悉了 Hello Kitty 嘅協講嗎？有嗎？假日嘉義當然未會熟悉啊，因為吼，該 Hello Kitty 嘅貼紙係改良是當流行嘅東西啊，假使你冇。你是 out of fashion， 真勁哦，敢用按歐巴，因為真的太流行了。不過除了 Hello Kitty 嘅首飾之外哦，漢日首飾頂好嘅點數，頂好嘅點數係150塊，做得換一點，很貴啊，貴呢。嘿，唔過吼，佢做得換嘅係。凍醬日拍嘅瓷碗瓷盤哦，瓷碗瓷盤是錯嘅。該東西係因為我都辦錯嘅，我嘅母校我自家帶到外國啊，所以我當時有該瓷碗瓷盤啊，我為到吼換到幾套嘅瓷碗瓷盤哦，我差唔多逐日全去報道，逐日去真勁哦，跟住吼到後來哦，我看哦。實驗唔辣咧，你都唔辣咧，我喊我直接去掃貨，完全哦看到嘛嘅是賣嘛嘅，就連酒哦當貴嘅東西哦，酒哦我喊日罐賣，我自家哦唔係啉酒嘅人哦，不過我感覺酒當貴就得換嘅點數，所以我係啊很瘋狂。你上過嘅就會到點數東西都在哪裡買草嘛？我冇想到改變嘅，冇想到，跟住我再找嘛。後來，我有分享解係後來哦，我最尾終於哦收集到所有嘅點數，我背起電源款哦，我收集咯。佢講哦，歹勢呢？前幾年係我哋吼換點數嘅最尾嘅係最好嘅嘢啦。哦，我看到拍桌，我乜計？我發嚟動到天呢！結果吼歹勢呢，因為所有嘅東西全送轉去總公司啦，我都沒辦法啦。你用得啥？大天發本總公司。冇辦法吧？該東西哦，我直接在店員面前發誓，我再也唔想去參加呢啲吼垃圾嘅發通咧。不太聽咩？跟點數你們按到，我剛問你，會再找嗎？我真的很想潑你冷水，你嗎？你跟點數冷笑話好嗎？跟點數最好做得用啲嘛。其實發通一塊是沒有路空唔可以，不過差不多對保密塊是。
点数命运通买得到啊，你扫货都买了，买几乎买按贵都买了。那星巴克嘅不约强龙系吗？命运通都买得到，不用命运通就买得到，硬要报名章底嘅啦。係啊，我睇個按好熟悉東西吼，一個身邊嘅人吼，旁順嘅人，還有屋企人，會唔會有乜嘅意見呢？其實我不介意唔會去講我熟悉乜嘅東西，因為我感覺唔係從把強按按，有冇按點孔嘅熟悉東西，像我係真係愛用錢熟悉嘅東西，我去衡量講，你啊出得我去花錢去買冇，那係真係出得我就會去花，冇花錢多錢啦。嗰種時其實我嘅媽媽很聽數我熟悉嘅 Q B 醬，有縫嘅東西，嗰種時很特別聽數我去買嘅乜嘅細神嘅啊嘛，全部都聽數我去熟悉。古時候你喺幫兇係媽媽，幾理解哦？因為差唔多，大概有啲熟悉發通，其實都係我媽媽教我強下去嘅。古時候其實係媽媽最好熟悉嘅。古時候其實大半人都是強下嘅熟悉吧，因為一錢又唔係懂多，可能去買東西啊，就要用點數啊，然後其他嘅熟悉，可能又做得忘嘅東西。冇像我有啲朋友啊，佢哋去懂好熟悉，一定會球衣球鞋啊，然後一張嘢啊，用張嘢就會堆啊球衣球鞋嘅東西，就懂貴，反而要用錢就懂浪費錢啊。如果要冇買做嘅多，係啊，係唔係？冇做唔到啊，係唔係？黃師傅。係唔係？係哦，老人不用按好熟悉東西，跟你熟悉啲星巴克係咪阿星巴嘅東西，唔可以半嘅不用嗎？當然唔可以啊！哎呦，阿伯有錢有咩事㗎？有錢唔搶大家吃飯啊！沒啦，我意思講，因為冇檢查啊，你咪佢收集他的啊，我收集我的啊。你用啥收集的東西有一個共同點嘛？該點嘛？就不用再給長輩承用誒。好，因為聽到誒，上次真件大掃除太平手家有冇？真件跪下豬就肯定天時就進村啊，一下豬就夠誒，因為聽到誒。那你知道佢熟悉邊個香水有好嘅地方？有啊，公園勾結啦，反正商業唔是香，就送香水就對了。你今後呢唔是送嘅商業嘅禮物啊，有啊情人節禮物哦，按難，送你香水。我生日有咩都得送。嘅回去你熟悉啱到嘅土法秀有本性變人廣告乜計冇？冇人咁講，冇人咁講啊。係啊，唔講我節假期。你咩係白眉有錢嘛？係咩？提出哦，唔講我節假時要咁講要拄到困難些，因為樹洞佔空間啊。韓國是係喺個動態嘅問題，就係樹都係擠是該細細起出來的洞好拗，係所以拗到熱空熱空都麻煩。所以我東南部村韓國鐵道咧，上半夜我自家有唔盤的，有唔盤的，嗰種行擺做咧開建博物館啊。本大家去聊，去來看，都在看書啊咁。睇這個講到呢個熟悉嘅東西啊，就係熟悉嘅東西啊，都得做乜嘅會去熟悉嘅東西，係一種怪癖，是不是單純的想來熟悉？還有乜嘅特別嘅意義咧？其實我感覺從我熟悉嘅不二家啊，還有 Q B 醬，係因為我媽媽從我細細嘅時節就開始同我講，你用啥嘅人工嘅？係請等一下嘅哦，還有講，你上來了咧，不二家還有 Q B 醬上來一槍誒。嗰種從細本細喏，想吹養媽媽。係嗰種，其實從我咧很按好熟悉嘅不二家還有 Q B 醬，因為我感覺我熟悉啦，對唔對？看到佢哋就想看到我嘅媽媽強樣。太會搶啦！媽媽。熟悉下就會想到我嘅媽媽啦，係因為我媽媽講，記得按等一下，然後我叫我請等一下，後來嘅我，謝謝。要觀眾大家都冇想參與。冇要緊，唔是唱我，哦，後來我還有熟悉嘅自拍啊，還有自推，我講過佢會對怪癖啊，係因為我細細嘅時候聽到自推嘅聲音，我就感覺啊，很爽快。爽快。係，嗰時候後來我有對怪癖，係因為後來我自己那有買東西轉來嘅時候，那還有講嘅自拍嘅，還有自推，叫佢跌嘅時候，佢等下，我就會留下來。給你講，你知道嘅熟悉東西都係喺乜嘅心理嘅狀況咯。我知道就會懂單純就滿足自己嘅慾望啊，因為中意你就會喜歡就會買一樣東西嘛。韓國啊，我會買按到嘅衝條板，買按到嘅皮卡丘嘅東西，熟悉嘅全套，因為唔做唔得本佢哋有故事，
古时候爱知道。總唔得盤機掉嘅鼠蟲皮切加一上嘅嘅，動鏡皮卡丘一上一啲雞尾叫佢叫啊。古時候買啷個一個本意做盤。冇行咗全套，用下嚟攞嚟做牌。好朋友啦，係好朋友啦。黃小鳳要贊同喎，要認同喎。我講同贊同，唔過我喺上當嘅阿成八個嘅點數也係用路行就買到。係啊，係啊。所以還是要推薦大家買保值的商品。當然啦，沒有我知道要買東西咩哈？你看你要發現到根本你收集的東西，哈，除咗得咩個阿伯，你用啥數嘅東西咩哈？係較有價值嘅有嘛？那有加車，較有價值，哪一杯講唔到啊？阿成八嘅比嘅，幾陣你都幾十條嘅天天係嘛？幾廿百條呢係嘛？因為佢收集咩哈？係孤獨的。沒有人參與，所以千萬人吾往矣。呢種係感覺。你睇講當然不收集嘅，就像當年嘅無在沒有誒，佢還有嘅別針，跟當然有啊，大家一起收集啊，就很容易變成無價值嘅東西，係嘛？嘅白咩？誒，小姐，睇土法秀啊，對你來講有乜嘅特別嘅意義咧？因為我頭一回做媽媽嘅時節啦，吼。那是唐導演講一句話，佢講你有家財萬貫都不如我有一位會讀書給我聽的媽媽。哦，係，所以我讀雙寶嘅時節，你看我第一擺看到雙寶嘅時節，我唔知道老佢講乜嘅話嘛，所以我是讀書本佢聽，沒因為愛你，我是就是對。歐亞講故事嘅，你知經驗嘛，是一直累積，和豆包妹應該是走在活動都為所演講，然後讓大家讓一些年輕後生嘅家開始分享啊，你讓雙寶當白老鼠試驗，從0歲開始閱讀，係一種新講嘅方法，講本大家啲。冇錯嗬，嘅回傾真係當厲害。你話從抽定書來學生嘅真係當貼片，唔過你熟悉你書嘅歌唱地度，係唔係有一個成就感嘅啲嘅片？我會去親動到好解數、新解數，因為我知道我親到安應解數做得咋個用好聲好好嘅書講故事，本好聽嘅講故事嘅人聽，是等於講我休息了嘅書，佢背後有一個使命感，有一個責任感。安應我休息了嘅東西，我是知道當有意義。好，跟住下，安尼閒聊下，等下轉來我有個繼續來談，到底熟悉東西對安尼後生人來講，到底有乜嘅意義？韓國用翻嚟斷捨離，聊下閒聊一下了。我有對東西從細細嘅時節就開始熟悉到來，古時候你哋下電腦去看細細嘅時節熟悉嘅東西，就會講哦，你一下就走出來。真嘅，我小時候怎麼那麼白痴？我小時候怎麼那麼笨？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？帶你下係冇？冇空難嘅事情。哦，我會先讓想我搭配嘅東西，因為我上唔得，唔攀得到嘅搭配嘛。我真係天天嘅曬到我媽媽嘅點縫幾邊。好，歡迎大家都進嚟後生睇上講嘅節目現場，學加油講堂，也收藏東西、熟悉東西，都係喺本安利設計成就感，還有其他嘅藝人嚟質疑。我感覺熟悉東西係一種自家嘅成就感，咩一種習慣。所以我感覺其實熟悉東西每本自家嘅想法較澎湃，跟有啲熟悉東西係因為自家興趣嘛，像威廉熟悉嘅書本啊嘛，家嘅係自家興趣，跟有啲熟悉東西因為按用做啲較表爽自家嘅想法。所以我感覺我熟悉嘅啲人講就較表爽啦。古時候呢，其實每一本自家想法更加都係獻策啦，還有更加都係療癒嘅方式，我感覺按用依套啊。咩係一種嘅細時節嘅回憶？冇唔錯，因為有啲東西從細細嘅時節就開始熟悉到來。古時候你哋下電腦去看細細嘅時節熟悉嘅東西，就會講回憶，你一下就走出來。真嘅，我小時候怎麼那麼白痴？乜嘅白痴？我小時候怎麼那麼笨？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？帶你下係冇？冇空難嘅事情。哦，來問下你講，都在知道呀，熟悉東西係乜嘅心情咧？哈，其實就係啲製造回憶，熟悉東西，因為製造冇用嘅東西。無論新年一下可能冇擺出來冇用到，唔過啊，有常時啊，睇時節轉起來變換呐，翻出來看，就會知道哦，原來我吃這個時節熟悉嘅東西，哦，一回憶係乜嘅，就有懂到嘅故事做嚟講啦，就是懂到嘅故事。唔過都係可以講吼，你熟悉都係一種強迫症、係強迫症，也係乜嘅。唔過有時節啊，熟悉東西真係像大家講，有一種
疗愈心灵的感觉，就是哎哦心情都唔好，看一下自己熟悉的东西，哎就会开始跌那个回忆的漩涡里面，然后永远出不来。不过还有一个最重要就讲，输得按到东西，大摆去办服、去晒服啊，也系嘛个过年过节上喺前嘅时节就知道，其实都得。买按到去做嘛该吼，有没有想过要囤沙米嘞？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晚归嘅时节啊，可能冬天啊换夏天什么时候就会整理那个衫橱嘛。整理上以前我熟悉嘅纸盒的，全部都不用到衫橱底背度。故说我整理我嘅衫裤嘅时就会下到讲哇，你用我按到嘅纸盒的啊。哦，都来慢点变来。最近慢慢嘅我就会去检测个。哦，那就会纸盒的，做啲留下来不用掉嘅东西。那就会纸盒的啊，就算了啦，将佢回收掉，因为真件听到咧，那些真件东西不用听到，就会变成垃圾。嗰时候就留下来，感觉还有意义嘅，还有它加吃可能它果嘅，跟像凯蒂猫啊，咩喺细细嘅时节就开始熟悉嘅，因为后来咩青岛嘅细奶人啊，系数码嘅全部东西，嗰种是。我嘅鸣虫当红全部都会凯蒂猫嘅人工嘅啊，还有抱枕，马家嘅全部都係。嘿，係會馬家人攞歌名啦，係會歌名。係，後來咁樣就留下來講哦，真件千有意有故事嘅東西，那係有啲係騙人送嘅，呢陣對我冇按重要嘅法啦，吼，我就會將呢隻凱蒂貓嘅東西啊，人工還有抱枕啊，就送俾真件要出嘅熟悉嘅呢隻東西嘅朋友，就通下我嘅東西啊，本佢照顧啦，係。給你講用班來處理這個冇嘅東西。因為也團沙離嘛，最近係嘅人生嘅動重要嘅公開，比較難。當然，像我大擺看到我頭擺熟悉嘅一條嘅包裝紙啊，一條東西，我就唔點用班來攞去搭配啲嘛，因為一棟棟都係棟棟而送我嘅禮物嘅東西啊，我就唔啲。也都帶留定，還係冇留定，就動難去處理。唔講，也資源回收啦。不過我有一個辦法哦，就係呢，我會先讓想我搭配嘅東西，因為我上唔得，唔攀得到佢搭配嘛。不是我會想我先整理下。不用到一個區塊地度，天天嘅曬到我媽媽嘅點縫幾邊，沙地嚟我媽媽就會問講，你啲東西點解幾邊嘅？你都係愛啊唔愛？我想講我唔掂，先嚟整你我都做得，我就會點點咩唔記得一件事情嘅。唔到啲啊，唔到啲就幫你處理睇。我唔抄就冇嚟，我媽媽就得睇咧。係，可能我咩唔掂啦。有咩喺家頭上面？自己不當兇手啦。係啊，可以吃人，劈殺人嘅都可以來吃。冇切架來吃吼，用聰明嘅方法。黃師傅，唔講見講劈殺，跟切架上愛團沙啲。我也都會病哦，只會病。係啊，我也因為我先對簡單的開始，也就專業的對簡單開始，嘅橡皮筋啊，哦，然後專部卡絕對唔會用免洗筷嘛，係嘛，吸管啦，還有買鞋子我有鞋盒啦，然後看正經動作，啊，得個板斧啊全部扁扁退，係啊，怪扁就係扁啊，冇唔攀得長灰塵啊，係嘛。送本有咩送啊？係啊，佢就全部拿去送本嘅，係咪？兩體，真嘅。阿成買嘅筆嘅。冇，我哋冇推咗。是黃師傅。大家講嘅係橡皮筋誒，係鞋盒呢。我係 New York 嘅。New York 誒，阿成班冇佢用。他要拿來我繼續供着，你知嗎？拿來繼續供着。沒應該講阿成八枚張鈔啊，阿成八枚。阿成八枚，真件做唔得送 any。也就種嗌神豬牌佢用啊，都唔有。神豬牌，講到阿公婆牌，咁要按歐巴吼，跟八夾，自家為熟悉嘅東西，會去撈去整理麼？會撈去調睇麼？唔會呢，因為吼，我係搶勢是當唔攀得。東西嘅人啦，我將會攞全部嘅東西留下來嘅人，像係我嘅指甲啊、塗料啊、像榴蓮啊，不要再講手指甲咯 ，Uni Water 啊，像我嘅做主持嘅平台啊，像榴蓮啊，我還有吼，我像有時間啊，像國小啊、國中啊、高中啊，到大學搭本嘅聯絡簿、學文、學習單。全副全榴蓮，全副凍到哦，後來哦，
因为经落经倒嘛，那个武下地都吼表唔落咧，所以哦，我是问我爸爸，用个啥？我爸爸是讲吼，哦，你做在病度种下，我改种下新屋啊、幸福改片啊，哦，我堂讲哦，改片动态哦，做在病。我爸爸吼是用所有上到所有嘅课本、学习单、联络簿，用到新屋。后来我问我爸爸哦，那个我国中吼就日本联络簿吼当重要哦，我信上就写嘛个词哦，我想去看哦，我爸爸讲吼，哦，我那是挥袖万千的啦，原来佢係騙我的，你弟嗎？完全，佢都有個講法啦。你不及你爸爸就徹底做到團煞。係啊，真嘅。我本日800針。係啊，我未遲到吼，我爸爸其實係文藝好嘅，係咩？那個聯絡簿啊，那個課本扭呢做乜嘅？穿教係冇，全部係我做啲穿錢嘅呢。你上到嘅時間，你是做得轉去看啊？因為那本係韓白嘅來啊，讓某一看，你看爸爸嘅時間係9年一貫的教育課程哦，你看一篇有加9乘1等於9。收集聯絡簿咪好，那時候畫本開有加成啦。對條嘅喊佢有很多嘛在周記裡面看有加車吧？係啊。你萬千每總得萬嘛個千啊？叫做寬博，好冇？為了世界，為了地球，為了愛，做得麼？你爸爸動好，掌聲！為乜做乜嘅？總得為到愛，總得，因為你，叫咧，你不是斷捨離，你爸爸真件做得好好，所以冇有滿灰錢啊，應該按照灰本啊，按照土法書用板來做一個團煞禮。小朋友在我們這邊，你的後上太上宮辦一個繪本大清倉太破麥呢？我其實未要想講送披薩啦，還未是正式送披薩個，不過送本機兩個當上那種，當上那種，因為我喊係5盤的啦，好似我知道吼，總把講貴條嘅喊係外條的，中橋嘅喊係處理的啦，係，不過我喊係當希望是係，我哋下個目標是做得有一個細細隻空間，就在做一隻繪本館。喊大家來呀，做啲看書。你都會覺得好。大家做啲來看書啊，冇時在同我講故事，大家咯。係啦，從阿英，這個爸爸會帶小孩，是做啲來談故事，阿英。係啦，咁睇見面大家嘅分享，真嘅，你熟悉東西，真嘅，人哋寫到係好多一個東西，係一個心情上嘅感覺嗬。有可能你係同珍貴嘅回憶，可能係老父扛嘢，老朋友之間，因為去旅行時像剛剛有明信片嘛，咩一個旅行的一種記錄。唔過咧，你根本講嘛嘅書藏有理，練物無罪。唔過最重要係駕駛東西真緊聽到一格格，然後去表態去哦。下禮拜同嘅時間繼續來收看《後生太上宮》，要打太上宮，嚟張來聊聊，拜拜。